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6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今来关心敦睦舰队集体烧话的这件代志。到大计共有31个人确诊啊，昨昏搬石南顶头新增加一个20外岁的实习生，伊确诊治病。这个实习生伊是伫咧4月24。经过第2届的采检了后，才去互验出是阳性，确诊治病。但即阵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店厝隔离或者是检疫的人，准讲有紧急的需求，亲像是2000顶以内的亲人有破病或者是过身，因会使提出申请，互因出门去外口一点钟。敦睦舰队互相烧话感染，疑似个案散检查，25到下晡7点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才知道采检结果，确定敦睦舰队搬石南，佮再增加1名确诊个案。抗体是阳性的，那我们就再安排来采这个 PCR。好，陆续的各类的这样的一个采检或抽血都会相对比较多。那这主要是要对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事件，去了解它的一个前后的一个关系。案例429例是搬石南实习生，20岁男性，头一摆采检结果是阴性，不过会中验出抗体是阳性。4月24日进行第2摆采检，结果验出阳性，25通报确诊。敦睦舰队互相烧话感染，即阵总计31人确诊。那如果现在检验阳性，而身体里面没有抗体，那真的是近期比较发生的感染。那至于到底是第几波，那我们前端还没有厘清之前，我们大概也没有办法说它到底是第几波。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讲，确诊者抗体内底 IgM 阳性，代表是最近去画到；你若是 IgG 阳性，可能是早期就已经去画到。即阵实验室也伫检查，并且强调指挥中心每天拢会追踪隔离所，看会确定的病例是毋是有症状。第23位里面，我们评估就是不需要再采检的有4位，那已经采检了19位啊。那目前这19位，有就是都还在，应该只有4位还没有检验结果，其他应该都是阴性。本土病例已经连续13天无确诊，维持55例，连5天新增加病例全部拢是来自敦睦舰队。即阵确诊总数是429例，死亡有6例。指挥中心讲，基于认道，对着部分特殊隔离也是检疫的人，因为2000顶的亲属，若是过身也是破病真严重，有出外奔丧也是探视的需求，决定有条件开放。民众即要伫咧厝隔离第5天了后，无症状的人，影响地方的卫生单位提出出关申请。若是符合资格，探病也是办理丧事，原则上是以1摆1点钟为原则。记者综合报道。但即阵敦睦舰队捌因为去过帛琉政府伫咧4月24台检28个，针对捌去和敦睦舰队顶头的官兵有接触过的台湾侨胞做采检，即阵这28个人全部采检出来拢是阴性。帛琉政府在昨天4月24号的时候，是筛检了共28位曾经跟敦睦支队官兵接触的我国籍的侨胞。那结果是在今天4月25号的时候公布，我们的侨胞的检数的结果全部都是阴性的。帛琉卫生单位伫咧搬石南发生群组感染了后，就开始安排所有捌去和军南顶头的官兵有直接的台湾侨胞爱替因验病毒。即阵包括帛琉共和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甲侨胞，第1摆采检拢是阴性。即阵台湾治动武汉肺炎的表现受到未少国家的肯定，不过这其实和咱台湾捌有 SARS 的经验有关系。4月24是台北和平病院防疫17周年的日子，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伊昨下晡是去和平病院视察，伊讲当时 SARS 还未落来，和平病院防疫留下未少的伤痛。不过嘛，因为过去的经验，咱台湾即阵防疫的成果才有通在进步。和平医院是一个历史的记忆，这样的一个惨痛的记忆，也造成我们今天的进步。25疫情说明记者会结束后，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到和平病院视察。伊讲，在7年前的4月24，和平病院因为 SARS 防疫，造成台湾无法度袂记的惨痛记忆。也不过也因为这种经验，和台湾面对武汉肺炎时阵更较有本钱。靠着我们的历史的教训跟不断的一些训练，使我们医院在这几年来不断的在感染上的一个演练，还有基础人员的一个训练，
造成了我们有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本钱来对抗这次的疫情。潘石南发生群组感染，传讲台中有一位车长、艺术家确诊官兵上共一间健身房，随后出现发烧、气浸轮情形。但是中讲，这位车长离采结果拢是阴性，咱来用科学防疫，不是用惊吓防疫。在科学上面来防疫，我们不是靠着恐慌来防疫，恐慌只会让防疫的步调变乱，无助于整个疫情的控制。甲医护人员做临比战。但是中间团队拜六无休困，伊讲破病无假期，病毒也未休假。医疗方面的问题交予医生，心理支持方面就靠社会大众大家做伙来。记者综合报道。上新消息，即阵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病例确诊病例数已经继续在咧增加，即马已经超过280万例确诊啊，死亡人数超过20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2000多例，台湾昨增加1例，即阵计共有429例，香港有1037例，日本有12000多例，南韩超过17000例，美国即阵已经是全世界病例数也有死亡人数上介多，有超过95万例，巴西超过58000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195000多例。西班牙超过22万例，德国超过156000例，但伫咧英国149000例，伫咧伊朗有89000多例。即阵全世界死亡人数也有确诊人数上介多的国家，美国即阵已经有超过95万人。95万人去为着5万多人死亡，但美国总统川普也搁伫即个时阵黑白讲话，前几天伊讲注消毒剂或者是直接甲消毒剂喷伫咧咖啡内面炸落去，安尼就会使甲病毒杀死。这也是互专家甲侪民众真不满。啊，即阵美国到底有要解除封城无？民众即阵是反应真无共款。美国总统川普二三伫记者会讲，用试看卖注消毒剂来杀死病毒，引发专家甲大众的不满。对此，川普二是澄清讲，只是为着要口舌媒体。I was asking a question sarcastically to reporters like you, just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夺走5万多人的命，更超过87万人患着。有名超市沃尔玛的丹佛郊区分店，佮因为甲店家有关系3名病人感染病毒死亡了后，互卫生部门命令关门。伫每一个州封城经济居家隔离了后，严重冲击着在地经济。有真侪居民团联抗议，要求放宽封城令，也过某部分州甘愿维持封城。其中威斯康星州已经放宽营业的限制，也过大部分店家有关暂停营业，而乔治亚州嘛放宽限制，煞引来居民的抗议，讲伤早放宽封城令。同款考虑放宽封城的国家，还有比利时甲越南。比利时要采取阶段的放宽，5月中先解禁海保甲森林的旅游，6月初是互酒吧甲餐厅恢复营业，兼过大型的活动要等到9月才有可能解禁。在越南是因为疫情得到控制，無死者出現。第3開始就先解除部分地區嘅封鎖。Cô nghĩ là rất là sớm, tại vì là một tuần nay không có một ca nhiễm nào cả, mà người dân lúc nào cũng rất là giữ gìn sức khỏe. 受到疫情严重影響嘅航空公司嘛開始得到國家支持。法國要協助法國航空提供差不多30億歐元嘅貸款，加40億嘅高盛銀行貸款擔保。荷蘭政府嘛直接提供荷蘭皇家航空貸款20億到40億嘅歐元。記者嚟上報道。天氣報你知，咱做回来關心天氣。今日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北部也有東北部的天氣會變較涼冷，因為水汽變多啊。咱做回來看上新的分圖。今仔日東北季風因為有溜溜變強，所以北部也有東半部和中南部的山區也是有機會會出現低陣雨。其他所在大部分的所在攏是濟雲到好天。北部的溫度18度到25度，東半部是20度到26度，但伫咧中南部溫度就較懸，差不多伫咧29度到32度左右。不過各地頭早起到暗時啊，溫度也是會變較涼。提前鄉親到後禮拜二進前。出門的時陣也是愛加套一領衫。
咱继续来关心敦睦舰队群组感染这件代志，继续在咧扩大。外界就晓起讲，这敢已经是社区感染啊！4月20日暗时，台铁传出一个高雄运务段的车长，伊要去和一个较近治病官兵接触过，结果这个车长即阵是有发烧的症头。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已经有伫咧做详细的疫情调查，但这个车长第2届采检的结果是阴性。台铁高雄运务段车长传出，这个月10日，要甲敦睦舰队较近官兵伫同齐健身房做运动。22日第一摆采检结果是阴性，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证实，这台铁的车长发烧隔离当中。配合指挥中心进行疫调，那同时呢也已经做一次筛检是阴性，但是因为同时他后来也有发烧的症状，所以进行这个第2次的一个筛检，好，那应该今天会有结果出来。听讲，这个车长进行第2摆采检的时阵出现发烧症状，也有小可肺部浸润的情形，被留在病院当中。不过，就伫进前指挥中心公布第2摆采检结果，有原是阴性，暂时排除被围掉。根据台铁产业工会透露，这个车长捌伫4月19去台铁休困室，间接接触2名车长、2名军方奥运人员。不过，台铁产业工会表示，人数恐惊更较侪，佮批评台铁防疫做了伤过慢，宿舍每3天才换一摆配单。我们觉得可能不止4位，因为一个休息室可能就会有2个人入住，那这样3天下来，可能大概就会有10位左右。每一天都要在这个备勤宿舍要换洗棉被，因为现在是3天做一次，这个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台铁要求甲这车长所接触过的人爱自主健康管理，另外去过的车站、宿舍这所在也爱进行全面消毒。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拢写什么大代志？咱带乡亲，咱做伙去现报纸。先来看《澎哥日报》。中华县警方去年12月份，伫咧西滨中华路段设县内头一个区间测车速的摄影机，3月初2正式启用。不过，这个设备对时间的这个软体，伫咧4月初4的时阵故障，结果有民众收到唔对的罚单，所以中华县决定要甲4月初4到4月25这段时间开出来1379张的罚单，全部剔除。咱来看《中国时报》。内政部要求属于政治团体的妇联会转型做政党的时间只到4月27。不过，因为妇联会已经决议要拒绝这个要求，拍算明仔了后，内政部一旦发出公文，这个已经成立70年的妇联会就去互解散，差不多有390亿的资产，恐惊也会乌有去变作是国家的。咱来看《自由时报》。为着防止511廉价人客人可能集体烧月，政府会进行人流也阁有车流的管制。交通部长林佳龙宣布，在咧廉价进前会出一个新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希望透过这个 APP 内底红的、黄的、甲青3种灯号，互民众会使了解有倒一寡风景区已经人客人就唔好再去啊。过来，咱继续来看东路湾菜店4月25伫咧台北中山商圈闹热开幕。立法院的院长游锡坤是惊卡到，因为店长林荣基前几天要起红破红漆，现场是有真侪警察伫咧看前顾后。林荣基表示，菜店会使如期开幕，伊除了要感谢台湾斗3天，伊佫较讲台湾是香港最后一个堡垒。经过一寡波折，香港人林荣基伫台湾的东路湾菜店今日正式开幕。立法院院长游锡坤亲身到场祝福，两人见面真欢喜。游锡坤感谢林荣基要选择台湾，为台湾的法治甲人权感觉公营。而林荣基是讲，台湾是香港人最后一个堡垒。起码我们知道台湾是香港人最后一个堡垒，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如果是他留在香港，还是受这种打压，香港人还有一个退路。我乐见台湾的朝野各政党，大家共同来建构一个更公平、更有正义，然后更维护人权、更民主自由的国家。
册店外口看到真侪花篮，大体主要是上头前就是总统蔡英文送的花篮，写着“委员公平如大水滚滚，施公义如江河滔滔”的字句，祝福册店开幕。林明基因为伫香港卖政治的禁册，互抓起来8小时8个月，烦恼互港府引渡到中国受审，决定流亡台湾，靠着群众募资，定开册店。北方我开一个书店，也是一个反抗，还有这个反抗还不是3年、5年、10年的时间，这个我们真的要好好考量我们后面怎么走。面临判察恐吓，商标互抢先去注册，林明基也唔惊，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册店如期开幕。正大也拢伫册店内底，伊学了台湾拥有民主自由，也建议香港的朋友应先离开受中国压迫危险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其他的消息，即阵传出美国的海军派一台海顶的巡逻机飞经过巴士海峡，去到南海侦察。这也是美国的军机伫咧4月份以来第12摆派军机飞经过咱台湾。Twitter 飞机首网报道，美国海军一架 P-34反舰机经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巡逻，这是美国军机4月以来第12摆派军机经过台湾南方划回空域，时机敏感，因为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甲5只军舰22架经过巴士海峡向东边行，美国白水号23通过台湾海峡，台海周边正式升关。辽宁号跟山东号2艘航空母舰。还有万吨超过1万吨的驱逐舰呢，最近一直在这个南海跟台海在做接近实战演习的攻防。中国最近军事行动真多，被怀疑是转移国内疫情不安、经济不好，权力结果生气，加上对台湾政策失败。宋学文分析3大原因：中国对南海、台海进行军事抢夺，威胁霸凌，或者是想要夺取台湾甲周边国家，甲测试美国军舰有疫情。第西太平洋也有偌济战略挑战美国背景的容忍程度，也透过展现军力向世界证明家己无受疫情影响。台海以及南海这一块。是它的海军可以突破第一防线的，这个可能是在那个突破点在那边了，所以呢，美国在这一边会变成，因为美国已经知道中国想要从那边突破出去，会更多用前沿部署来增加它的防卫能力。宋学文指出，美国印太战略既定设定，但是美国已经慢慢化被动为主动，亲像背水号正进行部署。美国会加强印太地区的巡逻，调向新常态军事介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中的消息，打敦睦舰队较真的官兵因为捌去台中的一中商圈拍走，结果影响到店家排大在头家人，因拢讲生理去互算得更加稀累累。台中市长卢秀燕4月25日下晡是去商圈买食食，有店家就直接向市长说出因的心声，希望市府会使把这鸡仔位的这租金降互较低咧，助因渡过这摆难关。我家己做的丰富平台，一中街单商讲到，疫情爆发了后，生意真歹，向来访问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大吐苦水。我们连基本的房租都快讲不出来了啊，所以就是麻烦说市府方面有什么纾困方案，让我们即使说先让我们贷款也 OK 的。这个月18，海军敦睦舰队的官兵集合点就伫台中一中大门口，还佫伫商圈买物件去便所。消息一出来，互商圈生意是土。有名店家单位头前无排队的人，较真士兵行过商场，虽然消毒开放，人明显变少，店家也特别比开店成本低价袂堪得哩。一中商圈它的租金都相当的高，那我们觉得市政府是不是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争取所谓的商圈的租金的降低？疫情开始就降了2-3成了嘛，现在后来宾客的事件，我们这里等于是降到谷底啊，所以可能剩不到2成了。店家希望减租金、降低压力，也希望疫调甲提规所在应更加透明。台中逢甲大学研发追踪 App， 但是使用者确诊的时阵，疫调人员应以时空条件列出甲确诊者近距离、长时间接触的高风险被围着的人。所以呢，我们这个系统是更精确的、更精准的，因为我们有时间、空间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很精准的去框列这些被感染者。研发老师表示，这 App 会摕到使用者的坐标位置，只要输入确诊者的 ID， 等比对移动的卡车，算出路径是毋是定塔，加列出高风险感染者，减少调查的时间甲误差。
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甲镜头转去意大利。即阵武汉肺炎的疫情冲击到意大利的观光产业。虽然政府有即时通过纾困的补助金，每一个劳工差不多拢会使摕到大约2万块的代票。不过，所有一定非法的劳工，因为因的资格无符合申请的标准，所以这条钱因是看有食无，只会当靠社福单位加减甲因斗3工。原本游客叉的罗马竞技场甲君士坦丁凯旋门，即马一个人拢无。欧洲武汉肺炎重灾区意大利，3月初10就实施全国封城。根据罗马饭店协会统计，3月份订房率达97%，剩的3%是因为封城走袂去的观光客甲出差的人，陆续也放弃，连带影响周边的产业。接驳巴士司机因为疫情失业，生计面临困难。Sono stato messo in ferie da Bracci, stiamo aspettando le conferme del governo, come ci gestirà questa situazione e uno deve scegliere pagare il mutuo, l'affitto, cose varie oppure sfamare i figli. 意大利观光受到真大影响，英国商业联盟有告，观光各类产业总产值尚无减520亿欧元，差不多是新台币1.5兆。总理孔蒂形容这是疫情了后上大的危机，赶紧通过250亿欧元纾困补助案，其中佫特别针对弱势劳工，直接补助600块的欧元，差不多是新台币2万块的一变性津贴。4月初一开始申请的第一天，就造成社会保险局的网站袂叮当，不过有一寡无防注意到的劳工可能领袂到。Tragica. Io lavoro a giornata, se non scendo non guadagno e non mangio. Adesso siamo solo io e mia moglie, però ho 3 figli e 5 nipoti. 怨叹讲日子无法度过，因是意大利的学工，本土甲外国的拢有，有的人是靠散工领日薪。不过，莫看即寡学工的贡献都无。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评估，学工的生产力是占意大利 GDP 的20%，比观光业的13%更较悬，有真大影响力。但是即摆疫情冲击，学工无任何收入，会当买食食，也是生活需要的物件，干那靠非营利组织的紧急救助过日子。一寡非法的学工，照理来讲袂当领补助，但是用人道的角度来想，因嘛需要政府照顾，要安怎伫征发之间做流量，变做意大利政府一定要面对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受到疫情的影响，有侪人是拢抢买物资，不过有一寡人选择无要含人相争，是家己做卫生纸。有英国的民众用布来做卫生纸，伫咧印尼也有专门咧替人车衫的团队替医护人员做防护衫。印尼疫情紧张，一名旅客甲迪莫斯，伊的朋友伫西爪哇担任医护人员，伊足烦恼，因为伫帮人看病的同时，伊的生活防护总比严重无够，被划掉风险真大。Jadi seperti baju hujan dia pakai jas hujan, ada plastik, kantong kresek dia pakai kantong kresek。尽管是无相关的专业知识，伊同款决定要开始找相关的资料，嘛找到6700万印尼卢比，差不多是新台币128000块。搁找到敢若收工钱的朋友，因就开始做衫咯。Yang tadinya awalnya mungkin targetnya kalau dari target pribadi aku cuma mau nyumbangin 50 pieces gitu, ternyata kita bisa produksi 1000 gitu。目前已经有20间病院排队等在手工做的免费防护衣，事实上刷落去，伊嘛必须赶紧去做，希望讲这批医用布材会使赶紧用得到。这是家己做的布巾，嘛是会使一再利用的布卫生纸。You put in a few drops of the lavender and chamomile oil. Take your wipes, place them in the solution, turn them over once or twice so they're really nicely wet through. 疫情爆发了后，英国卖场的货架定定拢是空空，尤其是光性的卫生纸、介绍书，如果是民生用品，嘛是厝当中主要的囤货。不少人就开始在想讲，敢有其他的物件会使来代替。It doesn't smell, and you can either wash at 60 or wash at 40 degrees with an antibacterial laundry liquid. 根据资料，2月下旬到3月下旬中间，英国民众总共开了19亿英镑，采买着生活用品，总销售额增加20.6%。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无理在，今仔日东北季风因为有溜溜变强，所以北部和东半部也有中南部的山区也是有机会出现地震雨。蔡乡亲，咱做伙来看各地头详细的气象资料。
部上低18度，上悬25度。中部上低19度，上悬29度。南部上低21度，上悬32度。伫咧东部上低19度，上悬28度。伫咧金马皮湖上低16度，上悬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是安怎会去开始学这来开始弹？伊迄时阵，就大家拢分着一支乐器，是哦。老师伫头前咧教，是弹流行歌啊，周杰伦的《牛仔很忙》。哦，是哦。系啊，我迄嘛想讲，我迄心内就一种梦想，我就感觉讲我连工嘛使像安尼，弹像安尼，甲先琴就是我伫我的身躯，我就使甲做出我的音乐。听故事，捌台湾，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歌丁》。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之前有甲大家介绍一寡西医的语词，其实我唔那精通西医，对中医嘛是真了解。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中草药。中草药汉语写作中草药，罗马字写作德庸中，吃奥草，一二药。中第一条，草第二条，药第八条。中医常用的诊断方法有4种：望、闻、问、切。其中的切就是诊脉，透过脉象来判断病症。判断出病症了后，治疗的方法嘛真多，亲像针灸是我上接替患者做的治疗。有的人嘛会选择背风，亲像李医师我一天看遐尼侪患者，定定腰酸背痛，就会摕背风管啊吸伫我的脚趾边消除疲劳。除了顶面的物理治疗，中医上常用的就是中草药。传统的中草药爱先去药房拆药啊，还是请先生夹药啊。拆药啊是已经知影要爱什么款药啊，去中药房的时就家己指定。若夹药啊是敢若知影病症，请药房的先生替咱配药啊。药啊买转来爱怎搁爱行？人讲二变喷，3碗泉7分，就是咧讲山药啊上好是用洗第2遍米的水，也就是米喷，总共3碗。亲自去放7分甜草药的药盒啊内面装，真够工。即马拢用科学中药，摕到的时是一包一包的药粉，要食真方便。甲中药有关系俗语有：食到药，青草一叶；沾到药，人参一石。就是讲药啊若唔对，较贵的药材拢无效。意思是咱人做代志爱把握重点，才袂加了工。六中草药针灸配方2遍喷3碗泉7分，食到药青草一叶，沾到药人参一石。
咱平常时就要注重养心，唔通等到有病才来食药啊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